算找到你了。你还愣在这干什么？那些妖兵是冲着你来的，你在这儿只会牵连王大哥，还不赶紧到军中去找郑杰还有庞郎来帮忙？那你呢？你该怎么办啊？我没事，你快走，赶紧去啊！快走！小薇，小薇，没事吧？你是妖？王大哥，对不起。你就是那个剜心的妖？不是的，不是我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想骗我？这个是你丢的吗？是我的，可我没有杀人，你要相信我。那天在京城的花房里面，阿莫看到的那个人，是你吗？是我。我还跟他说，是他眼花看错了。原来自始至终有眼无珠的人是我。你骗了我这么久，我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，但还是选择相信你。相信你不会是妖，相信你不会去害人。当我选择相信你的后果，就是让你接二连三的害死我军中的兄弟。不是的，我虽是妖，可军中那些人不是我杀的。住口！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狡辩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如果你不信我，可以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今天就为了我死去的兄弟，我要杀了你！呀！你为什么不躲？你不是妖吗？来杀我呀！你不是有心吗？来剜我的心呢！来啊！我舍不得杀你，就像你舍不得杀我一样。我舍得！你是妖，我是人，我就要杀了你！呀！既然你不信我，也罢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
别再任性了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灰飞烟灭，也好过我离开王大哥。你清醒一点吧，王爷现在已经知道你是妖，你们没有可能在一起。你不要对他再抱有希望。希望？我的希望都是你毁的。小时候，我曾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，可你把我一个人丢在炼丹炉旁，毁了我的脸，否则我何须画皮？而如今，你明明可以帮我掩饰妖的身份，可你却置之不理，还串通那个荷花妖一起来剜心诬陷我，挑拨离间，让王大哥和我决裂。你一次一次的毁灭我的希望，一次一次的让我生不如死。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帮我，所谓的母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恨你，你不是我娘，你给我走！小薇，听娘一句话，等你重获新生的时候，你还会找到像王英这样的男人。即使我重获新生，还是会只身一人，因为我所爱的人已经不再爱我，而且恨我入骨。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？千万别这么想，让为娘先替你疗伤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要去找王大哥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也要陪在他身边。你不能去！你这次为了救他，已经耗去了浮生为你渡的真气。你再去，是要让他杀了你吗？我倒宁可死在他手上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你要是再阻拦我的话，我便自毁元神，让你永世后悔。小薇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做？你这任性妖狐，只会给本尊添麻烦。你也是来劝我放弃王大哥的。我劝你放弃，你就能放弃吗？你不用再管我，让我自生自灭吧。我不管你，你回得去吗？